星級論證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日嘅星級論證，我係星展銀行嘅周國威的。咁睇翻今個星期咧，港股其中一個焦點咧，相信就係大型 IPO 寧德時代3750嘅上市噶啦。咁喺星期二上市之前咧，截至今日啦，星期一晏晝嘅大概5點鐘時間咧，暗盤價大概就喺280蚊附近嘅，咁較招股價都有大概7%至8%嘅升幅噶啦。咁睇寧德時代嘅走勢之前咧，望一望過去咧喺 A 股嘅走勢啦，其實大部分時間咧都喺250至280蚊人民幣呢個區間整固。咁喺早段時間咧，貿易戰嘅拖累之下咧，寧德時代 A 股嘅股價曾經跌穿過嗰個橫行區嘅，亦都曾經短線咧失守過200天線。不過呢個月咧好快就上翻200天線樓上噶啦。咁截至到星期一嘅收市咧 ，A 股嘅人民幣收市價大概喺260蚊附近嘅。咁進入翻咧之前提及過嘅250至280蚊人民幣呢個橫行區嘅區間入邊啦。嗱，隨住 H 股上市咧，相信都有機會多啲外資參與翻寧德時代噶啦。咁加上佢係全球嘅電池股嘅龍頭企業啦，咁睇嚟股價咧有冇機會突破上述呢個橫行區之後咧，突破咗280蚊橫行區之後咧，睇下有冇機會咧挑戰到300蚊人民幣呢個水平啦。咁啊講到咁遠啦，望翻 IPO 嘅表現啦，咁就股輪齊發啦。咁睇翻咧，星期二就將會有21隻窩輪咧同正股同步上市嘅。咁喺呢21隻窩輪入邊咧，我哋星展佔咗2隻。嗱，炒 IPO 嘅窩輪咧，除咗望住個正股嘅股價走勢之外咧，就要留意翻相關嘅引伸波幅啦。因為新上市嘅窩輪咧，短線未必有好多引伸波幅資料嘅參考，咁所以留意引伸波幅嘅水平啦，同埋穩定性都相當之重要啊。咁睇翻我哋星展發行嘅2隻窩輪，其中一隻咧比較貼價啲，講緊就係16744啊。咁16744咧同大部分貼價嘅寧德時代輪一樣啦，都係11月到期，行使價咧係318蚊附近嘅。咁相關引伸波幅水平咧都介乎56至到咧去到70幾%都有。咁俾到實際槓桿嘅差異咧就係3倍至到4倍樓上不等嘅。咁望翻我哋即係16744咧，但係同一批條款嘅相似嘅寧德時代 call 輪入邊咧，引伸波幅最平最低嘅選擇嚟嘅。咁所以你話嗰個引伸波幅相對嘅潛在下行空間咧，都比其他新嘅窩輪細。咁如果投資者投資 IPO 窩輪嘅話咧，都要留意翻引伸波幅嘅水平啦。實際槓桿咧，呢隻16744俾到大概4.2倍到嘅。攞翻400蚊行使價樓上嗰一批啦，我哋嗰隻16743咧行使價仔405蚊嘅，講緊亦都喺400蚊樓上嗰批價外啲嘅窩輪入邊咧，相對行使價貼價啲嘅選擇。同樣啦，引伸波幅咧，我哋嘅發行水平都係咁多隻入邊咧最平最低嘅，講緊就59.2%。咁所以咧，因為引伸波幅平啲嘅關係咧，俾到實際嘅槓桿咧，亦都相對係最高。咁按上市時間嘅條款嚟計咧，講緊係4.8倍嘅實際槓桿嘅。咁所以投資者如果揀隻 IPO 窩輪，無論揀貼價同價外，留意翻引伸波幅水平嘅話咧，都可以優先考慮我哋嘅16744同埋16743兩隻寧德嘅 call 輪啦。